重要信息已经移动到了项目属性，这样更加安全。这个是没有移动到项目属性的直接硬编码，在代码里容易泄露。点开左下角添加项目属性，默认有的属性不要修改，增加新的属性进去就好了。先添加机器人 token， 这个必须是大写，因为代码已经写好了，要大写，不然对不上。然后加入 token。其他属性也是这样加，全部加好保存，然后重新部署并运行函数就生效了。不会的进我电报群来。